要染布哈，原则上我们下去哈，布不要让它浮到水面上，然后泡在里面要帮它按摩马杀鸡哦哈。耐心教着小朋友做蓝染。杨茂煌虽然不是客家人，却因为小时候住在三峡，附近都住着客家邻居，加上三峡曾经是北部蓝染的重要集散地，从小耳濡目染。几年前，三峡地方人士希望复古古早的蓝染技术，于是杨茂煌从建筑业退休后，索性开了家蓝染工坊，提供游客们 DIY， 从采集原料到制作，都坚持遵照古法。这大青是本身是一种中药材，然后它也是比较有环保观念，然后我们不要把整个这个环境污染掉，所以我会说想把这个文化也继续的传承下去。杨茂煌说，早期的客家蓝衫其实就是利用蓝染技术，因为拥有耐脏耐磨的特性，就算褪色也可以重新染过再穿，成为勤俭的客家人日常穿着的首选。麻烦你帮我拿个东西拿过来。好，我告诉你哦。一直努力学习客家话，杨茂煌笑说，现在虽然还讲得不够标准，但经过努力练习，希望以后能用客家话来介绍蓝染的故事。他想告诉大家，尽管时代变迁，蓝染也可以很时尚。无论是孩子还是第一次染布的新手，只要有心就能发挥创意，染出一条独一无二的美丽蓝布。上课喽！路教唔留，路教唔留，路教唔留。